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篇，但以理书第8章第1节到14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藐视圣灵。马太福音12章32节，耶稣基督曾经这样教导：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；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圣灵在圣经里所代表的是上帝，好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的时候一样。上帝的灵运行在混沌的这个世界，圣灵其实也是生命的来源，因为上帝对那泥土做的人吹了一口气，就是上帝的灵，然后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最近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异梦，但以理为他解梦。在今天的记载当中，我们看到但以理也看到了异象。这个伯沙撒王在位的时间呢是非常短的。这个异象其实是伯沙撒王将来不久的遭遇。圣经这样记载，但以理书第8章第1节到14节，伯沙撒王在位第3年，我看见第二个异象。在异象当中，我忽然发现自己在以兰省的书珊城里，我站在乌来河边，看见一只公绵羊，长着2个长角，站在那里。2个长角长短不一，比较长的那个是新长出来的。我看见公羊用角向西方、向北方、向南方撞去，任何动物都不能抵挡它，也不能逃脱它的威力。它高兴怎么样就怎样，越来越猖狂。我正在想，究竟那是什么意思？忽然一只公山羊从西方奔驰而过来，快得脚不着地。它2眼之间长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角，它像我先前看见的那只站在河边的公绵羊猛冲过去。我看见它攻击公绵羊，猛烈地撞击它，折断了它的2个角。公绵羊无力抵抗，被摔在地上，受践踏，没有人能够救它。那公山羊越来越狂傲，但当地的权力达到了巅峰的时候，它的脚断了，在原来地方另长出4个引人注目的角，各指着不同的方向。从这4个角当中的一只又长出一个小角，这小角向南方、向东方和美好之地扩张势力。它的力量强大到能够攻击天军和星辰，把一些天军和星辰摔到地上，并践踏他们。他甚至公然地对抗天军的统帅，阻止人每天地向他献祭，并且毁坏了圣殿。人民在那里犯了罪，每天献不该献的祭，把真理丢弃在地上。这小角的一切作为都很顺利。接着我听见一个天使问一个天使，
在异象中出现的这些事要持续多久呢？那个憎恨的罪取代每天该献的祭要多久呢？天军和圣殿被践踏要到几时呢？我听见那个天使回答，这些事要持续1150天。在这期间，圣殿里没有献晚祭和早祭的人。过了这期间，圣殿才会恢复以前的状况。预表了伯沙撒王以及王宫内的人，他们得罪了上帝，即将要面对的困境。希伯来书提醒基督徒不可背道，在认识真理之后，就不应该故意犯罪。因为从希伯来书的观点来看，基督徒的救恩是一次就成就，并且是赐给所有凡是愿意接纳的人。但若是故意的违背真道，藐视圣灵，都将无药可救。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到31节这样说道：如果我们认识了真理后仍然故意犯罪，就不再有任何可以赎罪的祭物了。我们只有战战兢兢地等候着审判和那要烧毁灭敌对上帝之人的烈火。那违背摩西法律的，只有2个或3个证人证明他的过犯，就必须处死，不蒙宽恕。那么对于藐视上帝的儿子，轻看上帝立约的血，就是那洁净了他的罪的血，并且侮辱恩典的圣灵，那个人又该怎么办呢？想想看，他不该受更严厉的惩罚吗？我们知道谁说过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又说主要审判他的子民，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多么的可怕呀！伯沙撒王以及王宫内的人们因为藐视上帝，将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掳去的所有的器皿拿来花天酒地，得罪上帝，就受到了上帝的惩罚。这是对基督徒的重要提醒，我们不可以藐视圣灵。诗篇13篇，上主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永久吗？你转脸不顾我要到几时？悲愁日夜侵袭我，我还得忍受痛苦多久？敌人向我耀武扬威，还要多久？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答我，求你恢复我的气力，使我免于死亡。别容许我的敌人说，我们把他打倒了，别让他们因我的失败欢乐。然而我依靠你不变的爱，我要因你的拯救喜乐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歌唱，因为你施恩厚待我。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不至于陷入于软弱不堪的境地。求主帮助我们坚定地相信，不违背圣灵，顺服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